卑斯省維多利亞市一位市議員正係推動該市實行全民免費乘搭公共交通，以減輕民眾嘅財務負擔。陳永報導。卑斯省首府維多利亞市議員 Ben Isaac 繼成功推動該市成為全國首個實行19歲以下市民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嘅城市之後，期望將呢個措施伸延至每位市民。佢認為咁樣有利市民更有條件外出就業、接受教育、參加文化活動同社交，亦都表示本國嘅公共交通費用係全球最高之一。佢街訪市民嘅反應獲得部分支持，但有市民擔心呢1000萬元開支會導致加稅。We raise taxes all the time. I don't like to do it. I often argue against it. This year we're adding $5 million in taxes just for policing. That $5 million right there is half of the amount we need to eliminate transit fares in this community. 佢希望秋天就呢個建議進行全民公投。資料顯示，全球約有100個城市已經實施全民免費乘搭公共交通。